涅槃的槃，一个班下面是木头的木。苍阿古菜蒜头落油香籽，苍古落油蒜，五辛五荤啊，吃素修行的不能吃。当然，天念地验人，水验天上飞地上跑，水里有动物不能吃啊。21世纪盛行推广素食环保救地球啊！学校还有推广素食日。三是差事法师无畏师，无畏师啊，法师啊，差事啊。五常人力一致性日，做魔幻呢？秉烛待旦啊，以免万一，那个就是守礼啊。单刀赴会是守信啊。水淹七军是智慧啊。不杀下马将，黄忠是仁。华容道放曹操是义啊。仁义礼智信，你看五常。千里行凶啊，不是说不杀下马将黄忠，千里行凶可以忍啊，不杀才是忍嘛。不杀下马将黄忠成就了仁，华容道放曹操成就了义啊。秉烛待旦，以免侵犯了凶手，那个叫守礼啊。被曹操设计，但是他秉烛待旦都不睡了，那以免侵犯凶手，是守了礼啊。水淹七军于智啊，你看这个字。单刀赴会啊，单刀赴会信，
很理智性。关圣帝君呢，劝人家要吃素啊。升级有位玉皇大天尊啊，显灵高上帝，早一任的叫玄穹高上帝。